希伯来第3章。所以，恁当受上帝选召成的兄弟姊妹，恁着像咱所宣认迄位做使者、做大祭司的耶稣，伊对指派伊的上帝尽忠，拄甲摩西伫上帝的家尽忠同款。起厝的人比伊起的厝较尊贵，安尼耶稣比摩西应该受搁较大的荣光。所有的厝拢是人起的，毋过起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做仆人，对上帝的全家尽忠，为着上帝后来所要讲的话做证。毋过基督做囝，治理上帝的家，对所仰望的，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持守，咱就是上帝家内的人。所以照圣神所讲，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，伫旷野试探伊的日。上帝讲，恁的祖先虽然有看到我的作为，因犹原伫遐试探我，考验我40年久。所以我对迄代的人受气，讲，因的心失迷，因毋捌我的道路。我伫受气中就抓讲，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。兄弟姊妹，恁着注意，才免恁中间有人心邪恶毋信，比较离开永活的上帝，着趁还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。日3劝勉，恁中间则免有人受罪恶迷惑，比较疑心。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，到落尾就成做基督的同工。圣经安尼讲：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，毋通疑心，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，听见上帝的声。要顾背逆伊的是甚物人？敢毋是遐个摩西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？上帝伫迄40年久对甚物人发受气？敢毋是遐个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？遐个背逆的人以外，上帝减捌对人咒抓讲，因袂当进入伊所赐的安息。安尼，因袂当进入安息，是因为因毋信。